換個角度睇電影，延長3倍壽命。Hello，大家好，我係少年江流。咁最近有兩個最有話題性嘅導演都帶住佢哋嘅新作陸續咁上映啦。中文地區係周星馳嘅功夫女足，而西片呢，當然係我哋影迷圈 fans 最多嘅諾蘭導演啦。雖然佢嘅奧德賽因為選角問題飽受爭議，但你無可否認，唔理奧德賽最終拍成點樣，佢一定係電影圈最被關注嘅電影，因為導演係諾蘭啊，一個全球粉絲最多、身價最高嘅導演，佢嘅電影長期霸佔 IMDB 榜單，尤其對於我哋呢啲電影自媒體，諾蘭簡直就係大家嘅流量救世主啊！你睇網上，只要做諾蘭電影嘅萬字分析，view 數都係幾廿萬、過百萬嘅。所以今次喺奧德賽上映之前，我都想做一期諾蘭導演嘅經典之作嚟回顧下。其實我諗咗好耐嘅，最後我仲係決定揀咗潛能空間，又名盜夢空間或全面啟動。點解揀呢一套呢？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喺戲院睇諾蘭嘅電影，咁當時俾我所帶嚟嘅震撼呢係好大嘅。我係因為呢套戲先去睇佢其他作品，而且呢套戲呢喺蝙蝠俠第二集之後嘅諾蘭啱好係完全掌控咗屬於自己風格嘅商業片嘅拍法，而且比之前嘅作品都咁注重大銀幕嘅體驗，就係佢開始玩視覺奇觀啊，而且唔係普通商業片加啲 CG 特效，佢係全方位俾戲院嘅觀眾打造一個全新嘅視聽體驗，並且都係諾蘭拍得最好嘅動作戲，都係佢拍得最好嘅愛情戲。咁愛情同動作一直以嚟都係諾蘭嘅短板，大家都知啦，諾蘭係唔識拍愛情嘅。當然佢嘅動作戲一直執着嗰啲所謂嘅寫實，都拍得唔好睇嘅。所以呢套戲喺諾蘭作品中呢，都係特殊嘅存在。咁雖然呢個 idea 同埋一啲分鏡同今敏嘅紅辣椒係高度相似嘅，但都係可以見到佢極強嘅個人風格，就係拍時間。咁我哋依家開始正式講下呢套戲。咁同以往一樣啦，只講電影嘅編排，唔講咩燒腦解釋啊。咁嗰啲網上已經有太多啦。一開場係喺海灘邊，男主角喺海邊醒翻，先出現僆仔把聲啊！佢見到兩個小朋友喺度玩緊泥沙，呢個係呢個角色心中最盼望、都最執着嘅事物，就係翻去見自己嘅仔女啊！發現係幻影，日本兵出現將佢帶走咗，然後就係齋藤嘅登場啊！場景係日式房間，咁呢度冇拍齋藤嘅正面，先拍背影，呢種手法通常都係強調呢個人物係重要嘅角色，出現咗關鍵嘅道具，就係嗰個陀螺，主角被帶咗入嚟啊，淨係顧住食嘢，仲係未話俾觀眾知發生咩事。然後齋藤先開口問對方係咪嚟殺佢嘅。咁齋藤拎起個陀螺喺個台面度轉咗下，佢提起呢個陀螺嘅主人，佢係知道對面呢個人揾佢嘅目的係咩。然後畫面就跳入中年時嘅齋藤。我覺得開頭呢一段嘅懸念性係好強嘅，因為呢一段令人一頭霧水嘅情節係直到電影最結尾先俾觀眾揭露嘅。諾蘭都係有足夠嘅自信，一定係有人同佢提過，開場最好將個故事交代清晰少少。咁正常商業片嘅邏輯最好係由中年齋藤呢一段開始嘅，咁觀眾都容易代入啲。但諾蘭佢好確定呢個懸念能夠一直吊住觀眾。咁喺呢度同上一場同樣嘅場景，先係露齋藤後生時嘅樣，再反打主角嘅樣，我哋發現主角嘅樣係冇變化嘅。呢度又製造咗另一個懸念，點解年齡係冇變化嘅呢？而主角喺呢度不斷同齋藤解釋盜夢嘅原理，係想獲取佢嘅信任，都喺台詞度專登提咗個保險箱。咁呢個保險箱都係電影中嘅麥高芬人潛意識最深處嘅秘密，但齋藤好明顯不為所動，離開咗現場。咁喺呢度開始，天花板嘅燈呢開始震動啦。咁其實一開始咧，天花板有咁多燈咧，係有啲唔自然嘅，因為一間屋唔需要咁多燈嘅。咁喺呢度啲燈越多，震動時就越能表現環境被影響啦。咁呢個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呢？呢度出現咗手錶嘅畫面，第一次拍時間，時間係由慢到快嘅。
畫面跳到一個中東嘅背景，現場好似發生咗暴動，同上一個場景係兩個世界。而呢度出現咗主角瞓着嘅樣，先揭露俾觀眾，原來啱先嗰個喺夢境當中，而齋藤喺房間張床度瞓着。啱先嗰個時間係由慢到快嘅鏡頭，都係交代咗兩個空間度時間嘅速度係唔同嘅。咁出邊嘅動亂都係加深咗現場嘅危機感。再次出現手錶，第二次拍時間。呢度時間係由快逐漸變慢嘅，然後出現咗汽車爆炸嘅慢鏡，鏡頭提醒觀眾馬上又要進入咗夢境啊！而喺夢境嘅鏡頭中呢，夢中嘅環境已經開始跟住出邊動亂嘅世界發生咗變化，夢境中同夢境外都有危機。咁呢度主角老婆出現啊，呢個角色可以講係電影中最大嘅反派。後邊我哋都知啊，佢係主角嘅心魔。咁佢哋兩個入咗間房，咁透過對白，我哋可以得知佢哋係一對夫妻。但主角佢嘅行為呢係有啲奇怪嘅，佢係一邊講一邊用繩綁住張凳，然後跳咗落去準備偷保險箱嘅文件。呢度老婆嘅消失係好突然嘅，至於點解突然呢？咁後邊我哋先得知佢係心魔，所以呢度都係提前埋低咗伏筆。咁終於偷到文件啊，估唔到老婆出賣咗佢，帶住齋藤一齊出現咗。咁好明顯呢度齋藤係乜嘢都知啦。咁呢度都係通過老婆嘅對白，我哋得知喺夢境中死反而係蘇醒。咁呢個信息點係好重要嘅，因為啱好對應前面開頭老年齋藤嘅嗰把槍。咁呢度主角迅速俾同伴阿瑟打咗一槍，同伴馬上蘇醒。諾蘭係一步步將夢境中嘅遊戲規則植入俾觀眾嘅，然後成個建築開始慢慢咁崩塌。咁呢度都係因為發夢嘅人內心越嚟越不安啊。咁呢度主角已經成功拎到機密文件啊，環境係崩塌得越嚟越嚴重啦。咁呢度有一個細節就係夢境外嘅人輕輕地拍咗主角塊面，但夢境中嘅主角呢係成個人被拍飛咗嘅。咁呢度都係強調夢外同夢裏係緊緊連接嘅。然後出現真正嘅危機就係齋藤醒翻啊，拎起把槍，而另一邊呢，主角被掉咗入浴缸嘅水入邊。咁主角瞓嘅呢個位置啱好喺浴缸隔籬，都係有意為之嘅。跟住落嚟就係呢個開場嘅視覺奇觀啊！跌落嚟嘅瞬間慢鏡，而且音樂都開始停，夢中嘅環境再次震動，暗示跟住落嚟有大事發生啊！咁夢外一直係慢鏡，人終於跌咗落水。夢中呢個時候嘅水先由屋入邊噴射入嚟，咁呢度嘅音效呢做得太靚啦。夢中嘅洪水聲同夢外慢鏡嘅水流聲啱好貼合，喺戲院尤其係 IMAX 第一次睇呢一幕嗰陣時，肯定係震撼嘅。咁呢個時候電影先啱到10分鐘左右，諾蘭就俾觀眾先嚟咗個視覺衝擊。咁當然我哋都知啦，呢個視覺奇觀只係電影嘅前菜。齋藤想反抗，俾3個人制服咗。咁留意呢度切入咗出邊動亂嘅畫面，咁呢個都係一個伏筆。呢度主角開始審問齋藤，喺審問途中咧不斷插入出邊嘅鏡頭，而當齋藤講主角佢哋嘅行動錯漏百出嗰陣時，出邊嘅戰火越嚟越猛烈。呢個時候再切換一個新嘅場景，咁原來啱先嗰個場景都係夢境，佢哋幾個人係喺高鐵度瞓着咗。咁明白點解啱先不斷咁出現出邊動亂嘅畫面啦？依然係發夢嘅人佢內心嘅不安。咁呢度俾其中一個戴上咗耳機，然後出現咗倒數計時。呢度音樂一播放，音樂係跟住進入咗夢境入邊嘅。咁呢度大家應該都發現到啦，夢境入邊嘅時間係比出邊嘅時間要長嘅。然後齋藤透過地氈發現呢度並唔係佢嘅私竇，咁時間剩低1秒鐘啦。咁呢度再嚟多個反轉，原來呢個夢唔係齋藤嘅夢境，而係隔籬呢個男人嘅。所以啱先嘅動亂係源於佢內心嘅驚慌。大家都陸續瞓醒啦，然後各奔東西，最後齋藤都醒翻，露出咗微笑。佢明顯係欣賞主角嘅能力。咁電影到呢度先進行咗15分鐘，就將盜夢呢件事以及
夢境嘅遊戲規則一啲啲展示俾觀眾。咁觀眾見到呢度肯定仲係一知半解嘅，但一定俾呢個故事所吸引，會好奇到底呢一切係點樣一回事。而呢個開頭都符合呢套戲嘅類型，就係類似渡海豪情咁樣嘅俠盜片，幾個人聯手一齊去犯罪。咁開場就係俾觀眾展示佢哋嘅犯罪過程。只不過一般嘅俠盜片係盜取重要嘅財物，而呢套戲呢係盜取夢境中嘅秘密。咁下一場戲，主角喺屋企再次出現陀螺同手槍，陀螺轉動，佢拎起把槍，佢要時時刻刻確認自己喺現實中，直到陀螺停低，佢先放低把槍。跟住喺電話中呢出現咗主角仔女把聲。咁呢度值得留意下，諾蘭係一直用主角嘅主觀視角，佢冇拍僆仔喺嗰邊打電話嘅鏡頭，而係用回憶畫面嚟俾觀眾體會佢嘅心情，就係佢長期無法見到自己嘅仔女，所以佢只係剩低仔女嘅回憶啦。咁電影節奏好快，呢度簡單交代完主角嘅背景之後，咁馬上主角同老友阿濕離開時遇到齋藤啊，佢哋嘅 partner 將佢哋出賣咗。呢度齋藤係叫人將個二五仔帶走咗，咁明顯佢係睇唔起呢個人，佢咁欣賞主角。喺架飛機度呢，齋藤講出咗自己嘅目的，都出現咗電影嘅片名。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Inception 直入意念，齋藤嘅意思係能夠盜取意識，一定能夠直入意識。當然呢個係好難做到嘅，所以佢哋拒絕咗齋藤嘅提議。喺臨走前，齋藤拎佢想見屋企人嚟誘惑佢，非常巧妙。佢翻屋企同直入意念都係冇可能做到嘅，呢個啱好就係能夠動搖佢嘅念頭。果然主角決定接受呢個任務，就係咁，呢個故事嘅主線正式展開啊！咁電影去到呢度先進行咗20分鐘左右，由此可見諾蘭嘅節奏係真係好快，一般荷里活電影係要去到半個鐘先開始主線嘅。咁今期就到呢度，如果想睇咁完整嘅拉片分析，歡迎大家加入我 channel 嘅中級會員，我哋會有前行空間嘅全片分析，會員頻道每個月都會有精彩嘅內容呈現俾大家。如果感興趣嘅，歡迎加入。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 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熱愛電影嘅朋友。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